那首歌我知道的。他真的喜欢，真是这个。我喜欢茶。我喜欢茶。我喜欢喝茶。李老师啊，你表情包都录进去了。这边没事。他的设备在录。这歌好听。这是哪一首？不知道啊，他说他弹的也不是中国吧？他不会弹点中文。他这个很难弹。1、2、3、5、4、1、2、3、4、5、 6、8、7、8、9、 10、 10。别打，谢谢，谢谢。OK，谢谢。